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0年7月28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21节到128节，内容记上卷第4章29节到34节，以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8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军装。会记哩做兵的时阵，伫新兵的训练营的时阵，所训练的差不多是练枪啦、挺枪啦、组合啦，还是讲黄目睭吼训练穿衫啦还是拍靶啦感觉上无聊就是迄个凹棉被啦，佮甲迄个腰带的迄个铜环刺落金金啦漆皮的啦还是迄个正球膜啦后壁即几项甲军人还是讲甲战争其实拢无关系啦为什么军人需要练习来挺即个枪练习拍靶，还是讲黄目睭来去练习穿衫呢？因为就是讲，若万一暗时发生战争的时阵，必须爱会当伫黑暗中间甲衫穿好势，穿即个防身的衫啦，还是讲即铁帽啦摕好迄个武器来准备相战战争安尼当然，练习拍靶就是讲要互手中即个武器呢达到即个伊的功能会当真正确来拍着对敌，还是讲目标。若无有遮的物件，一个军人等于是改成赤身裸体安尼，等咧受杀安尼尔定。因为伊完全无防护的即个设备甲能力。牧师以前做兵的时阵是负责咧检查迄个弹药，规个作战区拢是我的管辖的地区，包括各种无共款的军种，只要是阮提供弹药就是我咧检查。伫咧检查的时阵，爱看无共款的弹药，做无共款的检查甲做无共款的防备。特别是有即种迄个电子的设备的弹药，亲像火子弹即种的，着爱有无共款的准备过程，免得若万一去小度的时阵会去发射出去。即个防护拢是咧为着要保护家己，也是要保护周边的人、周边的代志，还是讲周边的遮物件。伫信仰上，咱定来讲，咱无法度靠家己，人无法度靠家己守律法来得救，人嘛无法度因为100%来持守律法的规范，咱无法度靠家己的能力来得胜，甚至连防卫家己也真困难，因为咱若准无有遮防备的铁帽啦、防枪支的衫还是讲其他防护的即个设备，甚至咱若无武器的时阵，伫信仰上，什么是咱的防身的物件以及攻击的即个武器呢？伫幼所书就用即个军装来形容一个基督徒所需要的防备甲即个武器。经文安尼讲，所以恁着用上帝全副的战甲，互恁伫风险的日拄当会牢，到恁已经诚做拢总的事，也犹原徛底。所以着我伫徛伫即个徛在用真实下药，用义做护心镜，用和平的福音的臂膀来穿伫骹呢，搁着举信的盾牌，用即个才会拍灭歹一切的火箭，搁领受拯救的头盔，以及上帝的字，就是上帝的话，用逐样的祈祷甲恳求，
时时伫圣神来祈祷，警醒伫即个为着朗诵的圣徒恳求无野线。咱发现伫经文中间有出现几啊种无共款的即个方面，其中有一个较重要的，亲像是信心，也是讲上帝的话语。好，那亲像是伫诗篇119篇第105节的经文安尼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上帝的话，上帝的智慧是引带咱伫黑暗中间无抵到跋倒失败的溃烂。也亲像保罗予以弗所教会的批信所讲的，上帝的话是咱的军装，不但会当保护咱，也会当成做咱的武器。所罗门的智慧，并毋是真正是伊的智慧。事实上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的话语。咱知伫旧约内底，无论是诚做即个埃及宰相的约瑟，也是讲去掠到伫巴比伦的但以理，或者是讲咱咧讲的所罗门的智慧，这个拢毋是因家己咧讲话，是上帝的神咧引带因讲话。是上帝的智慧来教因，也是讲救因脱离迄个做奴隶的状况。亲像耶稣基督嘛，安尼对门徒讲：当恁被教的时阵，毋免烦恼要安怎讲话，也是要讲什么话。到时迄个想述恁，就要想述恁遐话，因为毋是恁家己讲的。是你的爸的神伫恁的内面在讲，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0章19节到20节。咱需要上帝的话、智慧，成做咱的军装，保护咱脱离遐的攻击。对现代的基督徒咱来讲，咱所面对的攻击是啥物货？对现阵时，就是这真严重的疫情。也失控的确诊的人数，那安尼除了上帝的话语帮助咱以外，上帝阁想述咱啥物货？如果咱对上帝所想述咱的，咱甲伊忽略去，无愿意配合，咱就无法度去怪罪讲咱受到病菌的即个侵略。7月24号有一班对 Detroit 要飞到 Atlanta 的 Delta 的飞机，伫起飞了后，有2个旅客拒绝伫飞机顶来点喙蓝，结果这个机长呢，伊就马上决定原机飞倒转去伫这个 Detroit 的机场。将这2个拒绝点喙蓝的交互航警，甲赶出去。伫这个真严重的病情的时刻，咱千万毋通放弃家己。咱讲笑话讲，毋通放弃治疗啦吼。咱着爱好好来穿着上帝予咱的军装，上帝的话爱咱来实践。上帝借着人的智慧所做的这喙蓝，是要来帮助咱。求主帮助，也愿咱每一个人拢会当付出实践的性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7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21节到128节。列王纪上卷第4章29节到34节，以弗所书第6章10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军装。记得在当兵的时候呢，新兵训练营所训练的不外乎是操枪啦、拆解枪支啊、组合啦、遮着眼睛来着装啦、打靶啦，其中最无聊的是折棉被啦，将腰带的铜扣擦亮啊，皮鞋擦亮啊，还有种琼马。
后面几项其实跟军人或是说跟战争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军人需要练习拆解枪支、练打靶，甚至遮着眼睛着装呢？因为万一在晚上的时候发生了战争，军人必须要能够在黑暗中着装，穿着衣服，穿着上防护的像钢盔啦，或是拿好武器啦，那来备战。当然，练习打靶的目的就是要将手上的武器能够很精准的来打到敌人或是目标。没有这一些东西，军人等于是赤裸裸的在外面等着被宰杀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防护的能力。牧师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是负责弹药的检查，整个的作战区都是牧师的管辖区域，包括各种不同的军种，只要是弹药是跟我们申请的都是我在检查。当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我们要看不同的弹药来去做检查跟防护，特别是遇到一些有电子装备的武器弹药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有更仔细的预备过程以免是触电所谓的触电是静电导致发射会伤及无辜这些防护其实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周边的这些人事物。在信仰上面，我们说我们无法靠自己，人真的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守律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100%来持守在这个律法的规范底下。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能力来得胜，甚至我们连防卫的能力或是防卫自己都很困难。如果我们没有钢盔、没有防弹衣或是其他的这个防护的装备的时候，在信仰上，什么东西可以做我们的防护以及攻击的武器呢？在以弗所书的经文里面，以军装来形容基督徒所需要的防护与武器。经文这样说：因此你们要以上帝的所赐的武器来装备自己，好在险恶的日子里能够抵挡敌人的攻击，战斗到底，始终守住阵地。所以你们要准备好，要以真理做腰带，以正义做胸甲，以随时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子穿上，要常常拿着信心的盾牌，好使你们能够抵御那邪恶者所射出一切的火箭。你们要以救恩做头盔，以上帝的话做圣灵所赐的宝剑。你们要在祷告中祈求上帝的帮助，常常随从圣灵的带领祷告，要事事警醒，不可放松，要不断地为信徒祷告。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提到很多不同的项目来做不同的防护，那其中最重要的是信心跟上帝的话语。如同诗篇第119篇105节的经文说到，你的话是引导我的灯，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光。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智慧是引导我们在黑暗当中不至于跌倒失败的能力。也正如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所说的，是我们的军装，不但是我们的保护，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武器。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智慧，其实并不是所罗门自己的智慧，事实上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话语。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无论是那成为埃及宰相的约瑟，或是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但以理，或是所罗门的智慧，其实他们都不是自己在讲话，而是上帝在引导他们讲话，是上帝的智慧救他们来脱离为奴的状况。
正如耶稣基督也这样对门徒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因为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马太福音第10章第19节、20节，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智慧成我们的军装，保护我们脱离那一些攻击。那重点是，我们必须要去传它。现在我们面对的攻击是什么？是严峻的疫情，还有失控的确诊人数。那么除了上帝的话语叫我们去反省如何面对现代的状况之外，上帝还赐给我们什么？我们如果视若无睹，不愿意配合的话，也不能怪自己会遭受病菌的侵袭了。7月24号，有一班从 Detroit 要飞到这个 Atlanta 的 Delta 航空班机，在起飞后不久，因为有2名乘客在飞机上拒绝戴口罩，我们说军装啊，那机长就决定飞返原机场，将2个人驱逐，并交给航警。的确，在这个严峻的时刻，我们千万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治疗不能放弃该做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好好的着上上帝给我们的军装，让我们以生命来实践。